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双下巴。拥有一个肥硕的双下巴，你可能就跟精致脸渐行渐远。毕竟双下巴有或是没有，真的差别太大了。有些人发现自己再怎么减肥，双下巴就是去不掉。很多人以为双下巴就只是肥肉的问题，其实不是的，双下巴和肌肉也有关系。接下来会教大家一个非常有效的去双下巴的操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好，我们开始吧。首先我们需要拉伸脖子的肌肉。大家知道吗？喉咙呢，其实也是有肌肉的哦，会随着年龄呢一起衰老，血液和淋巴呢就容易滞留在那里，这样呢就形成了很难靠减肥去减掉的双下巴。所以呢，我们需要去锻炼这一部分的肌肉。转过来。接着我们用食指关节把下巴的肉按松，就这样打圈圈。然后呢，就要用到我们的舌头在嘴巴里面做运动。首先是这一半边，会很累哦，一定要坚持住。另一半脸。休息一下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排淋巴，扣住下面的情况下，往后推20到30下左右。记住啊，这一步的时候一定要用乳液或是面霜先做一个打底，不然的话，因为摩擦，皮肤有可能会受伤。
然后我们用双手按住这里，把淋巴往下排。接着我们用大拇指在下巴这个软的这个位置，从下巴中间这个位置，用按压的方式从下巴到耳朵下面，大概按个20秒。然后呢，还是用大拇指。刚才那步呢，我们不是点按嘛？这一步呢，我们直接是用滑的，滑到耳朵后面。好，最后一步记住啊，把它按住，然后往下排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排淋巴的一个作用。大家可以不用像我啊，就把那个项链拿掉，这样比较好操作一点。好了，这些动作做完之后，你会发现，哎，我的下巴是不是小了很多？我自己这样子练下来，最近真的很有效果。不过可惜就很抱歉没有拍 before after 给大家，但是大家可以试下这套动作，非常有用。好了，这套操呢虽然很累，但是真的很有用，希望大家可以坚持下来。